呢一間屋咧就比較特別少少，因為呢一間屋咧，我哋個客人咧其實喺10年前已經揾我哋裝修㗎啦。咁後尾咧佢就可能依家咧因為多咗個小朋友啦，咁所以佢就買一個3房嘅單位，咁再揾我哋去再裝修過呢個單位。咁同埋嚟講咧，我哋呢個設計咧，因為佢又中意有啲奶油風、有啲圓角，因為小朋友嘅關係啦。咁同埋佢又想有啲簡約嘅風格，咁所以我哋就將呢兩個風格混合埋一齊，去做咗我哋今次嘅設計咯。門口右側嘅嗰一組氣派非凡嘅大櫃，絕非尋常嘅擺設。佢巧妙地將一個獨立嘅工人房隱藏其中，彷彿變魔術一般。呢一個工人房嘅設計更加係別出心裁，以地台床嘅佈局，最大限度釋放咗空間，令小小嘅房間都可以感覺到寬敞嘅舒適。關起咗房門，就變返一個普通嘅鞋櫃，睇起嚟更加整齊。工人房前方嗰組大櫃嘅下櫃，係為2架單車而設嘅專屬收納空間，特別選用嘅趟接櫃門設計，節省咗開關門所需嘅空間。踏入客飯廳，開放式設計，立即帶嚟咗一種無拘無束嘅寬敞感。穿過走廊，龍門架頂部嗰一個柔和嘅弧形設計，注入咗溫軟嘅氣質，令成個空間嘅度過更加自然流暢。電視櫃扮演住承載視覺嘅焦點，收納雜物，甚至展現屋主品味嘅關鍵角色。當我哋談論到電視櫃嘅設計嗰陣，落地式嘅設計，呢一個看似簡約嘅選擇，卻蘊含住深厚嘅穩定感同埋空間延伸嘅魔力。玻璃飾櫃喺設計師嘅手中，就可以化為展現藝術嘅絕佳舞台。為咗展現呢一個通透感，廚房嘅牆壁被大膽地拆除。呢一個唔單止打破咗空間嘅界限，更促進咗家人之間嘅互動。煮嘢食嗰陣，你可以一邊忙碌，一邊可以同客廳嘅屋企人談天說地，共享溫馨嘅時光。廚房入邊，奶油風嘅櫥櫃溫潤柔和，散發住溫馨嘅居家氣息，每一個細節都可以透露住對生活品質嘅追求。步入主人房，溫馨嘅粉紅色牆壁為呢一個私密空間增添咗一抹浪漫同埋寧靜。衣櫃隔籬特別設計咗一個相機櫃，更係體現咗屋主對攝影嘅熱愛，令珍貴嘅回憶同埋器材都可以得到妥善嘅珍藏同埋展示，隨時都可以翻閱過一啲定格嘅時光。再睇睇細細嘅房間，床、書櫃、書台、衣櫃應有盡有，為小朋友打造咗一個學習、休憩、收納於一體嘅成長空間。特別係床尾嘅飾物架，令小小嘅空間可以充滿個性同埋趣味，令小朋友可以擺放自己中意嘅收藏品，裝點屬於自己嘅小天地。大姐嘅房間同樣佈局齊全，而書台更加巧妙地設計咗喺窗邊，伴隨住窗外嘅風景，為學習增添一份詩意同埋靈感。值得一提嘅就係客廁同埋主人房嘅浴室喺設計上延續咗和諧統一嘅風格，同樣採用淺色調，營造出寧靜舒適嘅感覺。而鏡櫃嘅圓角設計以及柔和嘅光線，更加為簡潔嘅設計增加咗一份精緻同埋溫暖。無論係清晨梳洗定係夜晚準備休息，都帶嚟一份溫柔嘅呵護。